你做医院，好，来，你做医院。汤圆饭，你做医院去，哈？演员哈，我讲做医院啦，牛汤都无啊，算啦。哎，东东呀妹，有话慢慢讲，慢点啊。嘿啦，哎，东东啊，东东爱多呀都比多呀咩？哎呀，梦都显示给咱讲啦，好吗？啊，安尼来生年呢无好啦，对生年呢唔好呢。你就很样呀，哈？你就冲，我就唔冲啦。我来呢，我就不看你凶吵，迄我自家的事情，我为自家想办法解决。你就很蛮意思啊，哈？好，你就来做，有想讲无啊？啊，你喺度个破坏我老几个感情啊？东东呀妹，话唔免安尼讲啊。饭唔系安尼讲，你有讲喏？东东呀妹，好嘞，走的。做你妈嘅心伤嘅。哎，有话咱讲啊。哎，你夫人家你做得安尼对人讲法呢？我係主任呢，嗨，我好心拿给咱个本事，也不能咬死了呢，这是咬死了呢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马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恶蛇。该啊，哈，讲遐着哦，破坏家两做的感情啊。为着东东，俺老俺夫卡都无感情的呢。俺安尼做，一句暗自在都唔会讲，拖树拖到师傅空调要去的。迄唔迄认真经管太多咧？有啊，我都让人讲过的啊，唔是讲很多啊。你看，遐事情变成安尼。啊！老到好人都会有好报，哼！东东行面无害，东东安尼去阿比亚动态，再过安尼下去哦，伊真经买电梯啦。主任，我老去去搞的啦。有啊，
你有一弟讲啊，电锅的人哦，无空用。嘿啦，有问题的啊。东东咸的真经无能好天数啊。讲法案对你哪一年哦，马上要攞去天数啊。我的神呢，我的看哦，世界阿比较动态啊。唔是真爱啦，爱动真错，吼，亚健好到哦，大家都电梯的啦。记啦，记较正常一点。因为喏，每开始有啲咧啊大大的呀。根本俺有事情，俺先走，再等。见样的喏，唔知，真见大家都电梯咧。讲较难听一点啦，好的很爱好言的老师呢，啊无，厉害你是唔免起出来罚钱，无听说在太平洋做个教，个性按急，讲话欠考虑，对无？冷静下来，安尼你才有办法一起想办法救伢小学的啊。东东的个性较甜，有哪个事情佢都放在自家嘅心底度啊？你看，爱好言嘅老师花暗长嘅时间，也只不过在佢愿意嘅时间，可以把减去。爱弟，你有啥忙在改善你老东东嘅关系？但系可以慢慢来啊，嗯？之前我搞搞傾，我冇過來，佢就冇買上去老眼講法咧。禮拜後言，我電腦成果嘅展覽，都係伊啥做嘅，一手包辦，佢認真打拼，佢只想做俾你看咩？佢想有老眼講啊，不過這幾年公司出問題了啊，阿爸根本就唔管，伊像自家老爺條事情就冇管係個用嘅。他們唔對自家很用嘅，就會對官話發現。但你都個硬吵，一吵，火就上來了。沒冇想佢發，會上佢麼？我冇想到，佢會。東東嘅阿妹，醫生講哦，伢小學可能有憂鬱症，佢禮拜自殺也唔完全係為到你，還有其他別嘅原因。你哦，唔是老爺哥說統統攬在自家嘅身上，面對將來啊，想辦法幫伢小學接受專業嘅治療。憂鬱症。時常就會聽佢講幾句話嚟聽聽啊。你會做到講佢就係憂鬱症哦，佢就會想去鬧啊，看到壓下面子，佢就放棄了啊。你覺得佢是會下人面子，所以才鬧脾氣，
所以上刺杀。佢就小爱我脾气啊！我一出门，佢就闹啊！唉，佢照你安尼讲，其实嘛唔生唔说啊，为医院走来了，你用乜来去也来唔准啊！东东嘅阿妹，面对问题啊，你可以唔相信医生讲嘅，你也可以唔相信东东有忧郁症，系冇？但系哦，伢两三个相处嘅方式已经出了问题咧，我建议接受专业嘅治疗。安尼仲好过你下礼拜如果再提唔错啊，系冇？谁的嘞啊？全部说做唔对啦，哈，都是为要呢，好冇？公法，迄讲我想去转医院，安尼，你转无卡好无？我来煮饭，你做来啃下食啦。哈，你转无卡，吼，哈。东东，唔会填注音嘿。也好啦，东东吼，签字交本主任，等伊心情较轻下咧，咱们来想办法。我一定要找时间带佢去治疗，是啥？系啊，我哋好人吼，随时都有人在呀，你也可以随时来下脾气啊。好啦，你就带到呀，我转个较等你，吼。就拜托你了嘞。那副卡是无地方好带哦。东东，但係唔會填嚟，佢都好嘢。哎呦，我卡做唔得啦！唔带到我卡，你啷个拼细散煮饭煮菜呢？那不能碰后呢。莫当你看我打电话去安那打。你有听过虎姑婆冇？佢都会安尼啦，会咬人呢。东东，主任讲嘅都係真嘅哦。好啦，先莫想那副卡啦，好，看做得讲哪做得啦，好，安尼啦。怎么了吗？
个学生，他自杀，我们现在要去医院看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学生，你生活只有学生吗？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吗？不是这样嘛，这不能比呀。你24小时开机，不是怕我找不到你，而是怕那些小孩出事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每天讲的就是那些小孩的事，然后那些小孩永远有层出不穷的问题，他们父母有比你关心他们的多吗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够关心他们，所以才需要我啊，所以才需要我。可能当你学生比较幸福。对不起，我会再补偿你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我的人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打烊喽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打烊喽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东东，等下二老主任吼，一本医生看，心里头有嘛个事就尽量讲出来，对冇？哎，陈教官，哎，哎，用的喏，关于来按科用的，嘿，用的，后面上大呀，大赢跳了大，呀，社会吼，全部出外幅度，行来行去。唉，冇乜嘅也唔欣賞，數目咧又見不窮，都去醫院啊，看下咧。好啦，哎，东东回医院啊，哎，那怎么说一下呀？哎，这个身体哦，这个要注意哦，啊。哎呦，愛弟還是你講下。你去啊，你去。東東，加油啊！真给我一哦。废话，那是用手滑又不是用脚滑，干嘛不去？庆后黑啦，你就不要叫人家帮你。你不帮忙还啰嗦哎。哎，教导，大家要不要走了？今天不嘞？哎，那东东嘞？
主任带东东去复诊了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待会大家就会会合。复诊，你要袂好？那个东东的病哈，比较需要多一点时间。等一下大家碰到他的时候，多给他一些鼓励，增加他的自信心，好不好 ？OK。那大家检查一下他们什么东西没带，检查完就出发了啊。对不起，我慢带，对不起。我知道。那路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你昨天晚上去哪里约会？东西收一收，出发了。出发了，走吧。哦。走开啊！你想干嘛？你也他耳朵我看不到，好像包皮啊！这出来停头啊！哎，精神啦吼，是嘛？你看太太叫他以后诶，够痛吗？没关系，菩萨，很痛是不是啦？再来一次。来，你们看谁来啦？东东来了。东东，把救生衣穿上。哎，你现在手指都懒得动了。哇，东东，从来没帮人家穿过救生衣耶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我帮你戴安全帽。来，大家听我这边。等一下呢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划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就是只要先把船划直就好了。那等它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水里面有很多暗流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要注意哦。那等下划船的时候，重点就是你们的脚不能放平，要弯弯的，言有讲吼，鸡哦多出来，哇，太敢凶哈！你看办一下饭桌活动哦，太敢那嘻嘻哈哈，干嘛都，没问题啊。好，那等一下差不多跟他转了。再来就是你们的奖，不要拿错，有些人拿错了，好，奖拿错呢，你们就没办法划船，所以记得屁股先坐哦。屁股先坐，屁股先坐。这怎么办？干很用力也没有成绩，加油！讲，快点啦！来，上去脚踏车，骑脚踏车。对，来手再开一点。好，太开了啦。好，好了。哎呦！东东，唔是讲，系高呀。你爱请注音系冇？不过注音讲，希望老太家叫我上课的，古数其先转移咧。东东，迄讲电影下，我会下去，就老先生姑讲，吼，搞不哦。东东，烟草呀，看记录仓，吼。啊，等记录结束，我再个现主任来接你，好吗？也迄烟量啥，强下唱一量啊，留给小星星、小平强用好吗？看记录同好教呢。
所以才需要我啊。那你觉得吴小姐？你都听哦，你连生年就冇用过，你凭嘛要搞奶啊你？好，大家再重复一下刚教练教的，好，集合。好，尾姿快速前进，右手不要动，快速前进。我不行了。好，尾姿重复一遍，快速前进，然后之后我不行了。好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吹这个。不要舔，用吹。这种子。我倒地冇，原来冇送快吗？彤彤，有冇事情啊？是彤彤呐，你可以看去啊。医生讲你真要好好检查一下呢。你话要对学生去教训呢哈？这事情倒来啊？你唔系讲，哎呦，这有个讲法嘅啊？哈？一下人哦，差一些就分你就好死嘅呀！妈妈，妈妈。很多，我老公话讲哦，徐妈妈，现在唔错啦，应该罗东东带动唔讲啦，东东嘅阿妹，两摆吼，乃后言实在是唔小心，冇注意，是你。老母呢？迄个人拉的有用诶，对视力咁友好诶，哈？也系好生嘅安全诶，你就咁有资格做人嘅先生啊？哈？咁有资格？干你们吵不吵啊？好嘞啦！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你用开来啦你，也系我拉的嘞。
金毛鸟的吼，哈。如果分体咯，老外无关迄个啊，迄支刺狗哪里好个啊？好阿公啊，心创有问题嘅先生，你要喊人抢救哦。支刺狗命就难保咧，还只有去救你。那你讲太过分了。鸟啊，江老师嘅身体一直都唔好。给他后场一个事情，看到比其他事情较重要。你儿子落水，他二话不说，第一个下去救他。他刚起来意识不清楚，他先讲什么？先问东东有没有事？你讲说我羞不羞愧啊？哎，你好甩甩个呀！你做嘛啊你？听俺拜托去救你个呀！哈，你吃哪个尸体？另外一个情你根本唔清楚嘞，还敢快骗人哦？自不量力！高书暗斗眼，最恼你这种自以为是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有错就全推到别人的身上，一点自省能力都没有。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你的儿子是宝，我的女儿就不是宝啊。他的付出你没有一点感谢就算了，还被你这样糟蹋。你知不知道有2个字叫做尊重？最起码对人的尊重，你会不会啊？莫因搞你噶。阿公，外地中途学校南州，但是我的女儿工作到24小时待命，伊补片的也唔会讲，也唔伫好看医生，伊只会热心，只会戆啦。但是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要给老师适时的休息，这条路才可以走得长远的啊！好啦，伊有啥讲的都错啊，挨上来想办法，慢慢来改进呗。还有你明明自己身体唔好，你做嘛唔谦虚呢？你至少可以来告诉我啊！上一次来医院，一定就是发生同样的问题。你难道不知道心脏问题的严重性吗？公法，出院手续就办过了呀，平安证好不好？公法。玉秀蝶山木啦，你得去转。啊，然后上个本嘢。佢當初結婚要出院嘅。你来做嘛呢？哎，这弟弟会变啊呢，所以才出来等你啊。
叫做好精神科最好的先生嘞，我要带伊去看。我一定会留佢嘅票面好，唔是老公唔要掉啦。講翻嘢，有哪有充滿憂鬱症啊？佢根本就係丟矮嘅嘛，丟到也丟埋鬧年咯。東東嘅阿妹，cái東東家婆吼，老係都從細了到大嘅好朋友。哎，那唔係安尼嘅話吼，我根本唔是面皮暗盤，老二想要搶死我呀！我已經講到咁清楚咧，我要帶佢去本先生看。那係我講嘅啊，冇啥，我要開佢哦。歹勢啦，你去當作吼，我細胞睇下啊，唔管係中人還係憂鬱症啊，其實全家都可以看醫生啊，心理諮詢、家庭治療，安尼樣可以解決問題啊啊！假使唔係安尼嘅話，根本小學嘅我冇可能幫伊帶走。阿弥陀佛，佛平安平安，莫再出事情了哈哈，莫事情啊！二婶哎，你买个贵东西啦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什么啦？对面啊，有冇？对面跟明明抢过来，要董友好啦，有冇？你看最近他搞出很多事情，冇用药，更烦。你看。咦，就那页。对呀。什么啦？不要哎，这更没有用，好不好？嘛，更没用，你看俺这边没有电。哎，告诉你们有电，好，人家真的好变了，好，还没有不用那样找呢，是都有好的啦。人家都全部没争吵，真给大家都点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要用水卡油好了。哎，今天我出来的事情哦，我看到做没救的啦，好，开始都去请你了哦。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好，莫再落来哦，哈，拜托。哦，平安啦，平安哦。金针菇真28了，心脏不好还乱搞。错啊，金针菇人家叫去救东东之后了啊，这么逞强干嘛？可是金针菇就是仙女啊。你说的好棒哦！对啊，金针菇就是仙女。哦，这个脑袋哈，聪明。唉，我看到金针菇疾病性命去救东东，强会叫出来了，很感动哦。干，脚没断就去救他。白痴哎！金针菇身体不好，就觉得自己会害到东东，他心里有点难过。唉，我也很难过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感人肺腑、破涕为笑，3只小猪四海游龙的卡片就要出动啦！惊天动地，让金针菇知道我们有多爱它。好啊，看你们都不理我，莫名其妙。玉秀身体还好吗？好多了，医生说他会等报告出来看一下结果，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。他才刚睡，我去叫他，你们谈一下。不要，我等一下还要拜访客户，这阵子比较忙。这个给玉秀补身体。我先走了。
你喊起来，错吗？来请老去讲戏院听听，怎么上安顿咯？两三出硕士研究咧。喊起来怎么个？求起来看下。做主人讲，卖做遐中途好教的先生，做较好年限的威胁，然后迈克的感情就受到影响。反正哦，我会做咧，也要留迈克好好讲落。先生咧，做得毋过一个名，迄叫学生诶，教育部吼应该会颁一个优良教师奖，我也吃到一孔勇啊，真勤啊！我会叫你啦。还有啊，跟先生讲啊，你身体啊冇问题咧。要摆啊，完全给肺神经小强力咧，做得活蹦乱跳的，对吗？我会叫你啦。东东，后生人哦，就会做得好，啊，多晒啲日头，安尼吼，规日的心情都会清好。哎。今天我做得安尼对眼哦，我大天发，佢就每只，所有嘅人就留佢聽書。东东嘅阿妹，维持一个家庭唔容易，最重要是给屋卡嘅人要有爱同包容啊！啊，唔管nhà屋卡係2、3人，也係3、4人。你看啊，你按多屋，每一個屋就一個家庭，每一個家庭就有佢煩惱嘅問題，但係也有佢哋啥嘅快樂。古人講嘅好啊，家家有本難念嘅經啊。有很多年，我3年代都不考，我整體，我把電啊全部，電啊全部嘅心情。其實佢都能捱。東東嘅阿婆係我嘅好朋友，
睇你安尼话讲，一单亲家庭，也无嘛个唔好啊，系冇？你啊吼，你先莫管你老爷老公感情嘅问题，最重要是要考虑到伢小孩嘅将来啊。有很多嘢我都在想，可能因为我冇最好嘅学历，我冇父家嘅支持，我真是个命分。我怎么安尼不停去吵去闹？我真唔记得。做人还没个机缘，我发现我自家真嘅想到我自家比想到讲法还较多。李子豪，哎。cảm ơn Chắc bữa ngày phải cái kỳ phi hả?你问我以前是什么力量支持我这么久？心中有爱。我们分手了吗？你觉得呢？走吧。妈妈感动我。我是仙女，不是星星。白痴哦！终於捱開。相信的夜，自由呀自由，唔可少离途。连多少个人爱出，汉江归唔得。